超快手工意大利麵啊，炸定鹽巴啦，呢個中筋麵飯，有100度滾水直接倒下去，喂，拿筷子嚼完，做到這樣一嚿一嚿咧，就可以用手。稍微趁它喺啫咧，用太陽之手把它咁樣捏成麵團，稍微捏個幾分鐘，嗱咁樣推，然後折埋嚟，轉90度咁樣推，啊，很簡單。麵團現在有一點滑的啊，不是很濕嘅，咁樣就 OK 啊，把它切開一半。啊喂，再撒麵粉衰定怎樣咧？嗱咁樣攞住個麵粉斜斜地咁樣唰咁樣打出去嗰啲，等一下擦啊，沒關係，一定要衰。我現在把它搓成長條形咁樣平均嘅，我切成一樣大小細塊的。用穩嘅咧木板咧，又撒定麵粉，可以咁樣很簡單嗱，手咁樣壓下去，然後咧往下拉咁樣，咁樣，喂，諗下一塊啦，啊，你睇下幾靚。沒有這個板咧，用叉子咁樣，咁樣也 OK 啊，也有穩噶。啊，你看多完美啊！喂，有大有小不一樣咧，才買得貴啊！咁樣先米芝蓮啊，喂，這些做好的新鮮意大利麵咧，你們可以放冰箱3天，係啦，或者咧，讓它風乾一下在外面，然後咧。包好翻呢個冷凍咧，可以翻一兩個月啊，沒問題。我蘸住我隨便當我一大塊奶油，喂，一定稀糊咗腥一點啦。啊喂，加一點橄欖油，哇，用完啊喂，這裡水滾加鹽巴一點點。喂，新鮮麵咧2-3分鐘就熟，很快啊，倒落去，喂，稍微嚼一嚼，咁樣浮起來就熟啊，撈起，直接丟過去奶油，我加一點這個煮麵水啊，喂，番茄汁，哇，正啊！你們要正宗就番茄意大利，這個番茄汁很正啊！喂，攞個靚啲，哇，隨便倒下去，真係這個臭起酥，哇，正啊！哇，你們自己看整個意大利啊，你睇，如果我不是拍片呢，連麵團呢應該15分鐘就做完，喂，食一食。我很酷酷。